5G 研发中心的成立，除了是台南赢家智慧新城的指标，其中拥有有线电视优势总价宽频，透过稳定的固网线路，嘛是未来5G 发展的基础。所以总价宽频三冠王相注册团队持续甲公部门合作，导入5G 的应用设施，特别将影像分别系统运用在市场的防疫计划当中，备受肯定。那中嘉宽频、三冠王跟双子星，从前年开始，其实就已经陆续在跟我们台南市政府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国网中心做5G 测试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哈。那在今天呢，终于有一个成果的展现。那所以在未来呢，双子星跟三冠网有线电视，我们绵密的网络，还有我们稳定的传输速度，也会继续来支持我们台南市政府，还有国网中心，在未来后面我们继续来做5G 的一些研发，那让台南市变得更加的科技化。透过有线电视的一个网络，不管在偏乡或市区，其实这个网络的韧性得以被检证。那么台南市政府也跟我们3家有线电视业者合作，在台南60个市场里面设置了这个有关于防疫宣导的这样的一个设置。那这个设置里面呢，透过人流的监控跟扩音器的部分来做防疫的宣导，检测大家是否这个人流是否众多，是否有戴口罩，会有其他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。那我想台南市政府愿意跟我们这么多大的厂商，大家一起齐心协力，大家提供出更新的科技，来针对 PPP 公共建设服务的部分，一起来努力。同款社会小型企业创新研发，也是 SBIR 计划支持，也个运用4K 高画质影音加人工智慧，会当确定面包发酵进行，大节省人力。那用 4K 高画质的影像，将这个发酵面团的照片给传到 AI 的辨识引擎去做智慧化的这种自动判断，所以可以加速这个发酵的判断，减少人力的消耗。好，那因为 4K 的画质的影片非常的大，所以如果用传统的4G 网络，大家可以看到传一张影片就要花7.7秒钟。但是如果是用5G 专网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威力，它的大频宽、低延迟的威力，可以用0.68秒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高画质的 AI 的这个发酵影片的一个传输跟辨识。所以5G 专网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，不管是任何一个民生产业或者是制造业的这个数位转型，它也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。这样。5G 研发大楼串联南科，并展现 SBIR 计划成果，吸引中价宽频等侪企业投入，共同为5G 台南尽一份心力。台南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。